第22届台湾冬季游行今仔日起过，主题是共荣甲共生，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。今年有约200个团体，拢总18万人来参加游行。副总统萧美琴嘛到现场，若前总统蔡英文是伫网络平台表达支持。 五彩服装特别的表演，阁有彩星旗伫空中飞。第22届台湾冬季游行26下晡伫咧台北市府前广场闹热起鼓，吸引不少国内外游客，特别来到台北参与活动甲旅游。 在那里的话，可能我们还是需要隐藏自己的这个身份，但我在这里的话，我觉得就会能够更加自由的做自己。这样子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其实就是有一种凝聚的感觉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的主题是走向共荣、交织共生，希望大家会当互相理解、尊重每一个人的无同，让所有人拢受到同款权利的保障。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各个不同的多元的群体的诉求，以及他们的声音，然后让他们的诉求能够就是纳入政策的讨论当中。 现场虽然有落蒙蒙啊雨，不过民众游玩真热情。今年总共有194个团体报名参加，分做6大车队进行。副总统萧美琴、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也拢在场，用行动支持台湾族群的记得。支持性平的力量越来越大。那台湾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，也有非常耀眼的成就与进步。 台北市长蒋万安、民众党秘书长周如修等人也拢到现场支持。前总统蔡英文是伫咧社群平台表达支持，因为在伊任内通过婚姻平权的立法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伊也呼吁民众持续对话，共同建立友善包容的社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